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8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创世纪31章22节到42节，罗马书第1章第8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义务。义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词，代表一个人的责任。罗斯伫1981年入伍出兵。当作是还是迄个戒严的时代，阮抽签被称作3年兵，但是事实上当时政府的规定只有2年的兵，但是搁加一冬去用这个紧急征调加1年。这代志是阮伫退伍了后领到2张的证书，第1张是退伍令。这是2年的义务役，另外1张叫做解除征调令，会当讲是当时的政府用这个紧急的动员令来欺骗人民，将伊讲作是义务。咱拢知影，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家己的国家有真侪的义务，比如讲缴税啦，这个守法啦，做兵啦，这拢是义务啦，既然称作义务，就是必须爱做的代志。如果你若无去做，就会互称作是犯罪。和合本的经文翻译叫做罪负罪创世纪31章22节到42节记载着拉班追入雅各全家的事，而且佮讲雅各偷摕伊的财产甲伊的查某囝。但是事实上，咱知影也亲像头前讲的，这个伫这个强势内底，伊安尼家欺压雅各。咱前礼拜六所读的经文看出来，含利亚甲这个利结拢认为拉班伊的老爸偷因的财富，所以拉班是做贼在花掠贼啦经文。到第3日，有人甲拉班讲雅各逃走啦，拉班就带伊的亲族做伙去追入7日，来到第基列山才入着。迷失上帝伫阿兰人拉班的面梦中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你着细日毋通甲雅各磕着。拉班入着雅各，雅各已经伫基列山大补片，拉班甲伊的亲族嘛伫迄座山大补片。老板甲雅各讲：你哪会当做即款的代志？你瞒骗我，将我的查某囝抢走，亲像用刀在压这个俘虏。你是安怎无甲我讲，就点点偷走？无通互我唱歌拍鼓，弹琴甲你犯送，害我煞无机会斟我的孙，我的查某囝甲因3世。你实在有够戆！我本地会当伤害恁，毋顾恁老爸的上帝，昨都要讲，你着细日毋通甲雅各磕着。你少年恁老爸的家，孤不将着转去，毋过是安怎偷摕我的性命？雅各应拉班讲，因为我惊你会将你的查某囝抢去，你的性命，你对什么人吵着，迄个人就应该爱死。伫咱亲族的面前，你认我遮有啥物物件是你的，拢摕去。雅各毋知利结有头徛遐的身上，拉班就入去伫雅各、利亚甲2个女婢的布片，超拢无，就对利亚的布片出来，入去利结的布片。利结摕遐的身上藏伫骆驼的鞍下。人坐伫迄顶面，拉班伫伊的布片内底四界超嘛超拢无。利结就对伊的老爸讲：我经期拄到，无方便伫你的面前起来，请父亲大人毋通受气。拉班四界找身上拢找无，雅各就受气，甲拉班计较讲：我检有做啥物毋对，犯啥物罪？你竟然逼我这案！你抄我所有的物件，你抄着什么是你的？若有着下伫亲族的面前，互因甲咱2个裁决，我甲你带
即20冬的中间，你的绵羊母、山羊母毋捌落胎，我嘛毋捌食你遐的羊羔的肉。互野兽伤害的，我毋捌带来互你，拢是我家己承担。羊无论是日时暝时，互人头掠去，你拢要求我赔偿。我日时互日晒，暝时互霜冻，常常无困，不时拢安尼。我即20冬伫恁兜，为着要带你2个查某囝，甲你做工14年，搁为着要得到你的羊群，搁做工6年。你十遍解我的工价，若毋是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所行为的上帝，甲我同在，你一定互我空手离开。上帝看见我的苦情，甲我的落落，才伫昨暝甲你责备。保罗用义务来的这个概念，讲到伫基督徒传福音的责任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基督徒若无传福音，就是欠上帝的债。因为咱领受上帝的恩典甲赐福，却无有任何作为，正做迄个偷摕上帝恩典的人。所以咱就是迄个欠债的人。保罗写互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批信的中间，伫罗马书第1章第8节到15节安尼讲着。大先我通过耶稣基督，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。我宣扬伊的囝的福音，用心灵的服侍迄位上帝，通甲我做证。我常常笑念伊，不时伫基督中间恳求上帝照伊的好旨意甲我开路，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。我真爱见恁，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恩赐，互恁坚强。就是我到恁的中间的时，恁通过我的信仰，我通过恁的信仰，互相得到鼓励。兄弟姊妹，我真爱恁知，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，通甲恁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。嘛，伫恁中间修成一寡果子，毋过到伫今日也有阻挡。无论什么款的人，开花还是未开花的，有智慧的还是无智慧的，我拢欠因的债，所以我迫切盼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伫罗马的人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咱伫这礼拜已经读几啊讲，咱则请兄弟家己来读。恳求上帝赏赐圣神，提升阮基督徒的好调，互阮有热心、诚心实意来听主，愿你传福音，诚做忠心的仆人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